主后2023年1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祝福还是主动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27章第1节到40节。以撒年老，目睭花，未看见，就叫伊的大囝以扫来，甲伊讲：我的囝。伊应讲：我伫遮。以撒讲：我真老啊，毋知倒一日会死。当亚利帕拉的家师，就是种地甲耕，去野地甲我拍拉，照我爱的口味煮来互我食，互我伫还未死以前，甲你祝福。利比加有听到以撒对伊的囝以扫讲的话，以扫出去野地拍拉，要带拿米倒来。利比加对伊的囝雅各讲：我有听到恁老爸甲你的兄哥以扫讲，你去拍拿米转来，煮互好食，芳来互我。我要伫还未死以前，伫上主的面前甲你祝福。但我的囝，你着听我的话，照我甲你讲的去做。你去羊群遐掠2只肥的山羊仔囝来，我要照恁老爸喜意的口味煮互伊食。你芳去互恁老爸食，通互伊伫还未死以前甲你祝福。雅各对伊的老母利比加讲：毋过我的兄哥以扫身躯有毛，我的皮肤光骨。我的老爸若望着我，会知我伫甲伊骗。我毋若袂当得到伊的祝福，颠倒受伊咒诅。伊的老母讲：我的囝，你若受咒诅，我来承担。做你听我的话，去掠羊仔来互我。雅各就去掠羊仔来互伊的老母，伊的老母就照伊的老爸喜意的口味料理。利比加哥兄大囝以扫收伫厝内上好的衫，互伊的细汉囝雅各穿。伊阁用山羊仔的皮包雅各的手甲颔管光骨的所在，然后将伊煮的料理甲饼交互伊的囝雅各。雅各去因老爸遐讲：阿爸。以撒讲：我伫遮，我的囝，你是倒一个？雅各对伊的老爸讲：我是你的大囝以扫，我已经照你番话去做，请起来坐，食我拍着的拿米，食饱通甲我祝福。以撒对伊的囝讲：我的囝，你哪会遮紧就拍着？雅各应讲：因为上主，你的上帝，互我真好运。以撒甲雅各讲：我的囝，行较晏来，我要望你，看你检真正是我的囝以扫。雅各就倚近伊的老爸以撒，以撒就望伊讲：声是雅各的声，手是以扫的手。以撒分袂清楚，因为雅各的手有毛，亲像伊的兄哥以扫，就甲伊祝福。佮讲：你检真正是我的囝以扫。雅各讲：我是。以撒讲：你拍着的拿米，芳来互我食，我通甲你祝福。雅各就芳互伊食，佮摕酒互伊啉。伊的老爸以撒对伊讲：我的囝，我来甲我斟。雅各就进前斟伊的老爸，伊的老爸闻着伊的衫的味，就甲伊祝福讲：我的囝的味，亲像上主祝福的田园的味。愿上帝赏赐你天顶的甘露，互你的土地肥水、五谷甲新酒真济。愿万民服侍你，
列国跪拜你，愿你统治你的兄弟，你的老母的囝跪拜你，咒诅你的受咒诅，祝福你的受祝福。以撒甲雅各祝福了，雅各对伊的老爸以撒遐出来的时，伊的兄哥以扫拄拄拍拉倒来，伊嘛煮好食的料理，捧来互伊的老爸讲：阿爸，请起来食囝拍着的拉面，食饱通甲我祝福。伊的老爸以撒甲伊讲：你是甚物人？伊讲：我是你的大囝以扫。以撒大囝皮皮带讲：拄则迄个是啥人？迄个人伫你还未来以前，捧拉面互我食，我食了就甲伊祝福，伊一定会得到福气。以扫一个听到老爸话，开声叫苦大哭，对伊的老爸讲：阿爸，你嘛着甲我祝福。以撒讲：你的小弟已经用盔甲抢你的福分。以扫讲：伊叫做雅各，敢毋是真吓？伊骗我2遍，抢我大囝的名分，即遍佫抢我的福分。以扫佫讲：你敢无佫有啥物通甲我祝福？以撒应以扫讲：我已经设立伊做你的主，互伊的亲族服侍伊，佫用5谷新酒养饲伊。我的囝，我还会当甲你做甚物？以扫甲伊的老爸讲：阿爸，你的祝福减简单一种。阿爸，你嘛着甲我祝福。以扫开声大哭。伊老爸以撒因伊讲：你无肥水的土地通徛起，嘛无天顶的甘露通润得。你要倚靠刀剑度我，搁要服侍你的小弟，到你强盛的日，要对你暗棍害掉伊的胆。以上祝福还是主动，无论祝福人的，还是互人祝福，拢是一件美好的代志。会当祝福别人的人，通常是有一定的能力、经验，还是辈分，才受到人的敬重。至到伊的祝福是受到喜爱。若是受祝福的人，伫接受祝福的时阵，无希望未来因为即个祝福得到更较美好的生活。拄亲像台湾的传统习俗，当新娘要出嫁的时，后头厝的妈妈通常会请一位受尊重的年长女性来为新娘砍头巾，就是期待新娘未来会当亲像这位长辈同款有福气。规个时代的人相信，祝福的行动若是伫美好的状况下进行，会有更较好的效力。一般来讲，美好的祝福通用音乐还是好食物来衬托。若是要受祝福的人，会当贡献伊的全长，就更较完美。这就是为什么以撒要为大囝以扫祝福的时，希望伊身躯拍力，用野味煮做好食物，互伊享用的原因。互人完美的是，当当时的家庭中，祝福大囝的行动应该是众人拢着知，整个家庭斗阵经历，做伙欢喜庆祝才对。以撒哪会偷偷做咧？甚至伊的某利比加和细汉囝雅各也暗中图谋要得到即个祝福，直到后来变成恶得收拾的处境。经文记载，
当落时，以撒已经年老，目睭也青迷，这也互伊失去判断事实的能力。这情况看起来倒哪像合理，毋过嘛提醒咱，当属灵的光景低落的时，是毋是也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呢？当属灵生命无继续更新，咱对上帝的应允是毋是也会错误回应呢？做老爸的以撒，应该是主导祝福大囝行动的人，伊却伫双眼失明、内心也暗昧不明之下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代志过后，伊竟然对大囝以撒讲：你的小弟已经用开价抢你的福分，伊甲责任全部推撒予细汉囝雅各。以撒无互即句话安慰着，做老母的利比加也着承担伊所讲的咒诅。本来应该受祝福的家庭，后来无通按着美好的路径前进，反倒行分偏理解。若有决定权的老爸以撒一开始就光明磊落宣布祝福，利比加也无受偏心蒙蔽，雅各也无配合老母斗空欺骗，最后的局面是毋是会无共款呢？当做爸母的对子女各自有偏爱，夫妻无一致的看法，手足互相争宠，拢会互罪恶有机可乘，致使家庭平毁。伫家庭里，亲人之间需要互信、互爱、互敬。若彼此各怀鬼胎，欠缺诚信，无正确的态度，煞互祝福演变做悲剧，这减是祝福。对这个事件，咱是毋是有学习到用互信、互爱、互敬的态度对待厝里的人？无论是父母对子女，也是手足兄弟姊妹之间，互祝福的阻碍刷除，互祝福正做是祝福，也是祝福的。默想，伫信仰甲利益冲突的时阵，我着安怎做选择？我会安怎做呢？伫信仰甲利益冲突的时阵，我着安怎做选择？我会安怎做呢？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求你互我无轻忽你应允的祝福，免得拄着亲像以撒的处境。原本属伫我的祝福拢无去，当即种情况发生的时，阁求你互我莫做出会予人后悔的代志，互我无离开你的道路，互我做出合你的心意、得你欢喜的代志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